好，今日我哋讀經嘅經文喺呢個馬可福音9章30節至41節。30節，他們離開那地方，經過加利利。耶穌不願意人知道，於是教訓門徒說：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，他們要殺害他，被殺以後，過3天他要復活。門徒卻不明白這話，又不敢問他。他們嚟到迦百農，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：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？門徒不作聲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。耶穌坐下，叫12個門徒嚟說：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，他必作眾人末後的，作眾人的用人。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嚟，叫他站在門徒中間，又抱起他嚟，對他們說：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嚟的。約翰對耶穌說：夫子，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，我們就禁止他，因為他不跟從我們。耶穌說：不要禁止他，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，反倒輕易毀謗我。不敵擋我們的，就是幫助我們的。凡因你們是屬基督，給你們一杯水喝的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不能不得賞賜。讀經完畢。咁啊，林牧師所講嘅主題係誰為大，將以下時間交俾林牧師為我哋做證導。願恩惠平安從父神被基督耶穌裏歸俾使徒教會嘅每一個聖徒。上次都與你我哋一家。將我真係讀基督，神嘅天父，我哋今日仍然有生命氣息，仍然可以嚟到你自己嘅腳前嚟敬拜主你自己。我哋獻上感謝，幫助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，每一次嚟到你面前嘅時候，存住手潔心清，讓你個寶血嚟遮蓋我哋，讓你個話語嚟光照我哋，以致我哋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每一次你嘅僕人開口講解嘅時候，求主耶穌基督嘅神就係榮耀嘅父，將那賜人智慧聰明嘅靈、謀略能力嘅靈、知識敬畏耶和華嘅靈，仲有啟示施恩懇求嘅靈，賞賜俾講嘅同聽嘅眾弟兄姊妹，讓我哋真知道主你自己，要照明我哋心中嘅眼睛，讓我哋知道主你對我哋嘅恩召帶俾我哋有何等嘅指望，都讓我哋知道你在聖徒身上要得嘅基業係何等豐盛嘅榮耀。第三，讓我哋知道你在信人身上所顯嘅能力係何等嘅浩大。垂聽呢部人嘅禱告，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，阿門。我唔知道今日我哋所講呢個題目誰為大，耶穌喺呢度冇清楚嘅話俾我哋聽，所以我哋唔係知道嗰班門徒係知道明白主所講嘅說話。我再將呢個聖經讀一次。他們離開那地方，也經過加利利。耶穌唔願意人知道，即是話咧，耶穌唔想嗰啲人跟住佢。啱啱係醫好咗一個生出嚟就有呢個嘅被鬼附嘅人，然後好多人都要跟住佢，我相信。
因為個個知道班門徒嗰9個門徒唔能夠醫治，然後咧，耶穌唔想人知道喺31節至32節所講呢啲嘅說話，想私下嘅話俾班門徒聽，但好可惜，門徒個心唔係要將耶穌同佢所講嘅心事啊，心裏邊所講嘅事情，好多時主要俾我哋嘅咧係好嘢，但我哋覺得佢俾我啲嘢咧係唔好，又唔去問佢，呢個就係表示當時門徒嘅光景，亦都係喺每一個教會嗰班聖徒嘅光景。離開呢度要同你講啲心事，唔願意人知道，願意唔願意人聽到耶穌向門徒所講嘅事情，於是教訓佢哋，喺私下嘅同佢哋講，佢話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。我唔知道你，譬如兩夫婦，有啲事情你兩夫婦講嘅嘢唔想人知道，你有冇呢啲咁嘅經歷？將你嘅心事話俾你嘅配偶聽，希望佢明白。大班門徒唔明白，寫低32節，唔明白又唔去問，即係呢個 This is very very bad。丈夫有啲嘢同妻子講，或者妻子有啲嘢同丈夫講，或者你見到教會裏邊有啲事情，你想私下同佢講，講咗之後佢唔明白，耶穌希望佢明白，但係佢哋唔明白，唔明白又唔去問，我唔明你講啲咩嘢，我咪再講再解釋，明白嗎？其實呢樣嘢就係所有唔明白嘅嘢就算啦，唔明白，哇！你講嘅嘢唔明白，咁即係你都唔想我明白啦？唔係啊，我哋要學呢個約翰福音第3章呢個尼哥底母，唔明白點樣重生，唔明白點解要重生，唔明白重生有咩好處，要問清楚啊！過咗機會就唔明白。一個孩子喺學校讀書，如果教授同你講啲嘢你唔明白，其實你交咗學費咧就浪費啲錢。唔明白你要問到明白噶。你老闆同你講嘢你唔明白，唔明白你唔理，到炒魷魚嘅時候你係第一個被炒魷魚。圈住佢啦，32節，你話主啊，門徒唔明白你講啲係咩嘢，唔明白又唔敢問，即係意思即係話你講嘅說話我冇興趣，我冇興趣，明白嗎？ That's very very bad。OK， 我哋再睇，他們離開那地方，經過加利利。耶穌唔願意人知道，只係希望嗰班門徒知道，於是教訓門徒說：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，他們要殺害他。被殺之後，過咗3天，他要復活。其實呢啲說話，每一句都冇深奧嘅說話，冇隱藏嘅說話，但係基督徒唔願意明白，明白嗎？所以佢唔願意明白嘅時候咧，就爭一啲嘢咧係無無謂謂嘅。OK， 爭一啲嘢無無謂謂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馬可好了不起。
馬可好了不起，記住我講點解我講約翰馬可好了不起啊？佢唔係12使徒之一啊！呢個馬可悔改咗之後啊，竟然被主使用寫馬可福音啊！4福音啊，第一本書啊，係馬可福音啊，唔係馬太啊，明白嗎？在後嘅反而乜嘢啊？在前，在前嘅反而在後。你唔好以為你跟從主有幾十年，你一定係在前啊，未必啊。你明白咗，好似馬可明白咗，能夠寫馬可福音，等人悔改，等人回轉，呢樣嘢係好嘅。跟住聖經記載33節，他們嚟到迦百農，耶穌在屋裏邊問門徒說：我哋由經過呢個加利利，呢家嚟到迦百農，咁喺路上，你哋唔明白嘅嘢，唔係去彼此相問，一你唔問耶穌，我可以了解啊！大家都聽到同一樣說話，你明唔明佢正話講啲咩嘢啊？唔係問嗰樣嘢喎，係嘛？係爭邊個最大？你話真係 OK？ 嚟到迦百農，耶穌在屋裏邊問門徒說：你哋喺路上議論嘅係什麼呢？門徒就唔做聲，唔敢講啊，因為知道如果你哋所討論嘅嘢係關於耶穌基督所講嘅說話，耶穌講咩啊？好簡單一句說話，人子將要被交在人嘅手裏，應該就問：當你被交在人嘅手裏，咁我哋點樣啊？我哋跟從你噶嘛？我哋會唔會又被交在人手裏啊？明白？佢冇問呢啲問題，跟住啦，佢話而呢啲人咧會殺害佢。咁你要問下，如果佢殺害你嘅時候，我哋跟住你，我哋會唔會被殺害啊？殺害咗之後，過咗第3日佢要復活，一句說話都唔使1分鐘就講完。裏邊佢哋唔明白又唔問，但係咧到議論嘅時候，大家傾偈嘅時候，唔係講一啲主要佢討論嘅說話，係爭下啲係邊個最大。你話有呢啲人，你跟住耶穌基督，耶穌基督知道佢嘅內心係咁樣，耶穌對我哋好大忍耐，耶穌基督冇生氣，門徒不做聲，唔敢出聲。一知道討論呢啲事情咧，第一唔係建立弟兄姊妹嘅信心，乃使到人跌倒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啊，誰為大？明白嗎？你寫低啊，爭論誰為大嘅地方，你寫翻第9章第1節至到第13節。耶穌又對佢哋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哋，站在這裏有人未嘗死未以前，必要看見神嘅國大有能力降臨。總共唔計耶穌基督，有5個人睇到係未死之前，但係耶穌基督下山嘅時候，吩咐佢哋唔好將你今日所睇到嘅，唔好話俾人聽。OK， 話俾佢聽，唔好話俾人聽。所以佢哋咧唔敢講到我見到主嗰個榮光，明白嗎 ？OK， 咁但係佢知道
喺12個使徒當中有3個見到。如果呢3個使徒見到，你覺得主所作嘅嘢係多餘啊，還是係堅固佢哋嘅信心咧？如果你有睇路加福音第9章，就係記載呢個變形山嘅事情。OK， 耶穌同呢個兩個嘅先知，一個摩西，一個以利亞，討論到佢喺耶路撒冷係會被殺，喺邊度被殺？意思我相信同佢咁樣講，馬太冇記載呢啲嘢，馬可都冇記載。OK， 冇記載話耶穌喺山上講到呢件事情，我要殉道。意思即係話俾摩西、以利亞，我點樣喺耶路撒冷殉道？啟示錄11章第7節，你都要喺個殉道，你仲要被殺啦。我被殺就3日復活，你被殺，你兩個被殺就3日半先復活，明白嗎？拉撒路病死咗之後第4日先復活 ，right？ 我哋好多時基督徒睇聖經，我哋唔係咁樣睇聖經，所以我哋嘅生命冇改變。討論一啲嘢都唔重要，嘥時間講一啲嘢。OK， 口一出咗嚟之後，嗰啲說話啦，唔能夠造就人，仲敗壞咗人。我哋應該學啊，比利亞教會聽咗保羅所講嗰道，喺家嘅時候要查考呢啲聖經。其實保羅所講嘅是與不是，好少人係咁樣。嚟到神嘅殿啊，係萬民禱告嘅殿啊。你家裏邊有什麼嘅需要啊？學所羅門所講啊，我嘅需要，我面對住耶路撒冷嚟祈禱，神話我會垂聽。你咁辛苦都嚟到殿啊，同神講嘢啊。你話我屋企有啲難處啊，我希望你解決我啲嘅難處，明白嗎？唔好喺教會裏邊囉哩囉嗦。嗰班門徒就係咁樣，爭論邊個係大，其實好可笑咯。嗬！如果單單睇呢句說話，你唔睇第9章前邊，不過呢3個門徒唔敢講嘢，因為主話唔准講，係嘛？等我復活咗之後你先講，係嘛？咁我睇喺呢個彼得後書，果然啦，第1章佢講我見到佢嘅榮光啊，好聽話，唔敢講，咁叫你唔好講就唔好講。OK， 咁好明顯，彼得知道佢大過佢哋咯，約翰都大過佢哋咯，雅各都大過佢哋咯，明白嗎？如果唔大過你，點解冇叫你睇啊？我再講啊，喺路加第9章啊，耶穌基督同兩個嘅先知講說話，摩西、以利亞，係要佢預備好自己嘅心志啊！我點樣死喺耶路撒冷，你哋都要預備自己死喺耶路撒冷啊！要剛強壯膽啊！明白嗎？所以摩西、以利亞可以算為大，因為主要託付佢，主要託付你做一件事情之前咧，佢俾你能力，等你見到佢嘅大能大力，見到佢嘅榮光，你就係能夠願意為佢死。你冇見到神嘅榮耀、神嘅祝福俾你，你做唔到嘢嘅。OK， 你話你做到係假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向主嚟求，俾我哋見到你嘅榮光。嗱，呢度當然啦，冇講都係我嚟解釋聖經嘅啫。OK， 我係解釋聖經嘅啫。誰為大，係嘛？咁其實咧，你彼得、約翰、雅各見到摩西，見到以利亞，總共5個嘅人，2個先知，3個使徒，見到其實係好偉大啊！耶穌基督曾經講一句咁嘅說話，你聽到
我同你所講嗰度，你見到我所行嘅神蹟奇事，你有福啦。意思即係話將來你都要咁樣做。佢俾你睇，意思係佢要託付你，叫你做呢樣嘢。呢班門徒唔知道 ，OK？呢班門徒咧係後知後覺，以為見到係淨係炫耀講話俾人聽，我見到呢啲榮耀，明白嗎？唔知道你見到啊，係要你咩啊？要效法耶穌基督嘅榜樣。我同你分享一節嘅聖經，你喺變形山個地方 ，OK？馬太17章、馬可第9章、路加第9章，你寫詩篇第4篇第6節，有許多人說，誰能指示我哋什麼好處呢？有好處你就會問啦，你唔明你會問啦，因為對你有益處啊嘛，係嘛？耶和華，求你仰起臉嚟，光照我哋，寫低佢。耶穌基督果然仰起臉嚟，光照兩個先知，3個使徒，要佢哋點樣啊？要為佢殉道。咁我哋睇聖經《使徒行傳》12章第2節，第一個殉道嘅。我講12使徒啊，我唔講第7章嗰個司提反啊。司提反唔係使徒，司提反係執事啊。OK， 12使徒第一個殉道，我唔講出賣耶穌嗰個，佢唔係殉道啊，佢自己自殺啊，係雅各。神知道呢個雅各係會先去世，俾佢睇到神嘅榮耀。死之前你都唔使害怕，要堅固佢嘅信心。即係話呢個人咧係比其他使徒咧都係大，明白嗎 ？OK， 我再讀呢個聖經，有許多人說，誰能指示我哋什麼好處咧？你嚟教會能夠聽到傳道人話俾你聽咩係好處，你有福氣，你就求呢啲嘢。OK， 跟住咧同耶和華講，神啊，主耶穌基督啊，求你仰起臉嚟光照我哋。嗱，我再講啊，3個福音書，馬太17、馬可第9章、路加第9章，使徒保羅不在，你寫低光照我哋，耶穌基督光照保羅，你寫第9章、22章、26章，保羅講3次。呢個係大嘅事情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話誰為大，聖經冇講到，我知道保羅大過晒佢哋。All right， 神唔係淨係光照12使徒，只係得3個光照，明白嗎？神親自光照呢個掃羅改變嘅成為保羅，佢寫13本書啊，佢唔大過你，仲爭啲咩啫 ？Right， 明白嗎？好，我再睇。佢話你光照咗我哋之後，第7節，你使到我心裏邊好快樂，快樂到個地步，勝過升職加薪，仲有 bonus 又有 dividend， 即係等於當時嘅豐收五穀新酒，工作順利，道路亨通，明白嗎 ？OK。我就停喺呢度，即係等你要你知道一樣嘢，耶穌冇解釋嗰啲東西咧，即係話咧，你根本咧係太幼稚喺呢個時候講俾你聽，你都唔明白，因為講到我死，第3復活咁重要，你都唔去問究竟幾時死，點解？咁我會唔會死啊？明白嗎？我跟住你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弟兄姊妹嚟教會咧，6章33節馬太福音。先求神嘅國會俾你嘅，你唔使驚嘅。求啲重要嘅事情，好似詩篇81篇第10節，祈禱要向神大大張口啊！佢就大大充滿你啊，係關於神國嘅事情啊，唔係你自己嘅私事啊。All right，
佢向你顯現，將光照你，要使用你啊，弟兄姊妹。好，我哋再睇，翻轉頭，馬可第9章，耶穌坐下來就叫12門徒嚟，解釋俾佢爭大啊嘛。佢話若有人願意作首先嘅、作領袖嘅、作第一嘅，他必定作眾人嘅末後。你係企喺末後嘅地方 ，OK？ 而跟住咧，仲要作所有人嘅僕人。你話呢句說話佢哋明嗎？當然唔明啦。如果明嘅時候，唔會去到第10章41節至45節再講。咁樣再講，即是話講來講去，嗰班人都唔明白。OK？ 所以唔明白嘅時候，更加深奧嘅嘢，點解再解釋俾你聽咧？冇得解釋。我再講，你想作大嘅，想作首先嘅，想作領袖，想喺前邊嘅，你要自己走到後邊，仲要作所有人嘅僕人。呢度講所有人嘅僕人 servant of all， 而去到第10章嘅時候係講到 slave of all， 所有作所有人嘅奴隸。哇！邊個想做奴隸啊？係嘛？我再睇，再睇係咩咧？佢就係於是咧，就領一個小孩子嚟做榜樣。佢話叫呢個小孩子喺門徒嘅中間，抱起呢個小孩子嚟，覺得呢個小孩子好寶貴。OK， 對他們12個嘅門徒說：凡為咗我嘅名，我嘅名嘅地方，耶穌嘅名就係神嘅道。啟示錄19章13節，聽咗我個說話，按照我說話去做，榮耀主嘅名，榮耀神嘅說話，你做咗，你就見到神蹟奇事。為咗我嘅名，為咗我個道，為咗我個吩咐，接待一個像這樣嘅小孩子。這樣嘅小孩子，呢度講到要接待佢，保護佢，愛惜佢。去到第10章，佢責備呢啲小孩子嘅父親、母親，即係話呢班門徒啦，根本係唔明白主嘅心意。唔好講話係佢唔明白，我哋所有現在基督徒都係糊裡糊塗，係唔明白。仲責備人，即係話第9章講嘅說話都浪費時間咯，講咗都唔明白。冇為咗主嘅名嘅緣故，接待一個好似呢個小孩子一樣，耶穌將佢抱起嚟。如果你接待呢個小孩子，耶穌話你就係接待我。凡接待我，唔係接待我，乃係接待差我來嘅父。喺呢個地方接待嘅地方，佢寫低《約翰福音》1章第12節。凡接待我嘅，就係信我名嘅人。奉你信佢嘅名，信佢嘅說話，你就奉佢嘅名做呢件事情，奉佢嘅名嚟講，奉佢名嚟說。好似歌羅西書3章17節，你哋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嘅名嚟做。佢叫你做，你就做，做咗之後你就見到神蹟奇事。但係人唔係咁樣背聖經，人藐視神嘅說話，藐視神嘅作為。我俾你嘅後果，詩篇28篇第5節，你藐視神嘅說話，藐視神嘅作為，神會毀壞你，神會建立你。你仲會毀壞其他弟兄姊妹嘅信心。求神幫助我哋，為咗主嘅名接待呢個孩子，就係信主嘅說話，對你又好有福氣。但係佢哋冇做，
第9章冇再解釋，講咗一次就算啦。第10章嗰時再解釋，而佢仲罵人啊，明白嗎？叫佢唔好做，佢反而做啊。OK， 我哋軟弱到就係咁嘅地步。你唔睇聖經，你都唔知道你自己軟弱到咩嘅地步。OK， 凡為我個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嘅，就係接待我。如果佢將呢句說話背咗去，你寫低去，寫低去。馬可福音第10章，第10章，你寫低第41節。那10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、約翰，因為佢要爭大，一個坐左，一個坐右。OK， 跟住咧，耶穌話叫佢哋嚟啦，對佢哋講：你哋要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，治理你哋，有大臣操權管束你哋，只是在你中間唔好去管人啊。誰願為大嘅，就必定作你哋嘅用人。哇！咁跟住再講句，在你哋中間，誰願為首嘅，要作眾人嘅僕人。點解再講一次啊？佢以為可以求坐左坐右，以為藉着禱告就可以得咗，因為人子嚟唔係要受人嘅服侍，受人嘅服侍呢個係細嘅，唔係大嘅人。服侍人為眾人捨命，你寫低去。第10章45節係最大嘅。10章45節，你連咗喺第9章34節，誰為大？耶穌係最大。再連住約翰福音15章 ，OK， 約翰福音15章第13節。佢話你哋，佢話人為朋友捨命，人嘅愛心冇比個捨命呢個愛心係更大。耶穌肯去捨命，呢個就係最偉大。所以佢冇喺第9章講，所以好多人冇講問就唔知道，又冇問 ，right？ 所以我哋要問，唔明要問。問咗之後，我哋明白就記喺心裏邊，就按住主所講去做。你想最偉大嘅，你俾我最大嘅犧牲，用愛嚟愛佢，你就最大。OK， 好，好啦，答咗一啲嘅解釋，我再翻轉頭第9章，耶穌基督講得好清楚，如果你接待我，即係相信我。你相信我哋就會去做。耶穌話：你唔係淨係接待我啊，接待差我嚟嘅天父啊，佢俾你個福氣好大啊。OK， 幫我再睇嗱38節，約翰就對耶穌說：佢話夫子啊，我哋睇見一個人奉你嘅名趕鬼，我哋就禁止佢。因為呢個人趕鬼，呢個人奉耶穌嘅名趕鬼，佢冇跟從我哋，冇同我哋一齊，佢用你嘅名嚟趕鬼，意思即係話佢以為佢自己係大嘅，所以佢有權柄阻止人，忘記咗主所講嘅說話。你想做大嘅，你要做佢嘅僕人，連呢個人唔肯跟從佢啊！你要顯為細啊！
幫助佢、鼓勵佢啊，等佢跟從啊。你禁止佢嘅時候，你唔會幫到佢嘅。哇！跟住耶穌就解釋俾佢聽，我禁止佢，因為佢哋冇跟從我哋，佢哋唔屬於我哋。跟住39節，耶穌說：不要禁止他，因為冇人奉我個名行異能，反而倒輕易毀謗我。佢唔會毀謗主嘅名啊，因為我奉主嘅名趕鬼，趕到鬼，奉主嘅名醫病，果然醫到病，呢個名係大能啊！所以耶穌嘅解釋啊，真係好了不起。跟住佢又再講，唔敵擋我哋嘅就係幫助我哋。佢奉我個名行異能，其實佢幫助咗我哋，但門徒係唔明白。講咗之後就明白啦。凡因你哋屬基督嘅，圈住屬基督嘅地方，你寫羅馬書8章第9節。一個人話自己係屬神，冇神嘅靈唔屬神；一個話自己屬基督，冇基督嘅靈唔屬基督。即係你有聖靈喺你裏邊，你就係屬基督。凡因為你哋係屬基督，跟從我作門徒，做緊我要你做嘅嘢，講緊我要你講嘅嘢，而跟住有人俾你哋服侍我嘅，屬耶穌基督嘅，跟從耶穌基督嘅呢啲人，俾你一杯涼水。耶穌話：我實在告訴你哋，俾你一杯涼水嘅人，呢個人不能不得賞賜。意思即係話一定得賞賜。佢屬基督，為咗主嘅名。中文聖經冇講到主嘅名啊，睇英文聖經你睇到啊？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啊？打英文聖經 NIV。喺 In the name of Jesus， 你做呢樣嘢，我俾你杯水啊！即係話我俾你，唔係因為你係屬耶穌基督，唔係因為你係你有聖靈，唔係因為你係主嘅門徒，係主要我咁樣做嘅，俾呢啲人一杯涼水。我奉主嘅命嚟做呢件事情。其實如果一個人有睇聖經，就算呢個人係你嘅仇敵嘅，佢飢餓冇食物，你可以奉主嘅名俾佢有食物，可以奉主嘅名俾佢一杯涼水。呢個仇敵會悔改嘅。而寫喺箴言書25章21節至22節。你嘅仇敵若果餓咗，你就俾佢飯吃；若渴咗幾個水喝。你係奉主嘅名嚟做呢件事情，因為你要我咁樣做嘅，我就做俾你睇。你話呢個人不能不得賞賜，我就係想睇下你點樣俾我賞賜。好似你話6個缸倒滿晒水，可以裝20加侖或者30加侖倒。你要我倒滿晒6個缸，我就倒滿晒6個缸。你要我掏出嚟咗，我就掏出嚟。你叫我俾觀會堂，我就俾觀會堂。我就見到呢個神蹟奇事。知唔知好多人淨係聽到見唔到神蹟奇事，慢慢就離開咗神，係因為心裏剛硬。我再講，神話你嘅仇敵若餓咗，就給佢飯吃，即係要你係咁樣做法啦。何況呢個人唔係敵擋你，呢個仲俾杯涼水你，明白嗎？呢個人一定會得賞賜，因為你這樣行就係把炭火堆住個頭上，炭火就叫咩？叫佢悔改歸正，然後耶和華必定賞賜你，圈住賞賜呢個字，連翻去馬可福音第9章，呢個人耶穌話：我實在告訴你，這人不能不得賞賜。OK， 寫低不能不得賞賜，你寫箴言書25章21至22節。你做嘅時候，你要奉主嘅名嚟做，因為你叫我做嘅，我就做俾你睇。你寫低歌羅西書3章17節，無論你做什麼，或說話或行事，都要奉主嘅名嚟做。做咗之後，成功咗之後，你將榮耀歸俾神，
因為你奉主嘅名做，將榮耀亦都歸俾主。3章17節，你咁樣做，你係得福氣。我嚟教會就要聽道，究竟聽你咩嘢要我做，咩要我唔好做，我就做你要我做嘅，我就講你要我講嘅，唔做你要我唔好做嘅。我想睇下你點樣賜福俾我，奉主嘅名嚟做，成功咗之後，唔係自己攞榮耀，好似掃羅擊咗個紀念碑，紀念自己點樣打勝仗，學大衛一樣。喺撒母耳記下第5章，紀念神幫助咗佢打勝呢場仗，藉着耶穌基督，因為你奉佢嘅名，你感謝父神，你聽到佢嘅說話，你就做，做嘅時候奉主嘅名嚟做，等我做得成功，我榮耀翻嚟。明唔明我講什麼東西啊？弟兄姊妹，如果呢啲經文我哋背咗喺心裏邊，我哋知道點樣做，有啲嘢可以做，有啲嘢唔可以做。我停喺度，去講下，有俾神光照嘅人，如果保羅自己親自被神光照，第9章《使徒行傳》第22章，跟住《使徒行傳》第26章講3次，佢好珍惜呢個嘅光照啊，明白嗎？光照咗之後，好叫世界得知你嘅道路，萬國得知你嘅救恩。光照咗之後，我自自然然可以悔改。弟兄姊妹，我唔理你聽幾多個道啊，如果神冇光照你，你都唔會悔改嘅。掃羅被主光照咗之後，佢就為主大大作工。OK， 求神幫助我哋打開詩篇80篇，80篇寫低第3節、第7節、19節光照嘅地方，好重要，好重要。OK， 停喺度好嗎？再寫翻馬太17、馬可9、路加9，呢5個人，2個先知，3個使徒被光照。光照咗之後，神要使用佢。神啊，求你使我哋回轉，回轉可以翻譯為悔改，可以翻譯為復興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啊，如果唔係喺主裏邊啊，復興回轉嘅地方，你寫約翰福音16章33節，耶穌話：你喺呢個世上有苦難啊，但係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勝過你嘅世界。你要知道你自己喺苦難當中，你想唔想仲喺呢個苦難當中，還是你想係得着復興，得着回轉？圈住呢個字 restore， 你寫低詩篇126篇。如果你 restore my fortune， 我失去嘅錢 ，you restore my health。Restore my wealth, restore my name， 你就得福氣㗎喇。詩篇126篇講過2次啊，那些被擄嘅歸回就係 restore your fortune, restore the land, give it back to you。我趕你離開，因為你唔聽我話，你聽我話時，我俾翻你，好緊要啊！耶和華詩篇80篇，求你使我哋回轉，使我哋復興，使我哋悔改歸正，使你嘅面發光。你嘅面一發光啊，我就悔改噶啦。你寫低9章、22章、26章，使徒保羅就係咁嘅人。但係使徒彼得糊裡糊塗啦，係嘛？OK， 我哋再睇，講3次神啊，第3節講神啊，第7節話萬軍嘅神啊，
到19節嘅話，耶和華萬軍嘅神啊，求你使我回轉，使我復興，使我興旺，使你嘅面向我發光，光照我，我就得救，我就得福氣，我個生命就改變。你唔求呢啲嘢，你求其他嘢，嘥時間啦，朋友。OK，呢啲嘅祈禱啊，係改變你嘅生命啊。嗱，我再講啊，你唔知道嘅，神光照咗佢，神經光照咗使徒保羅，我叫使徒保羅光照其他啲人啊。啊，邊個知道啊？路加知道，保羅知道，打開啦，《使徒行傳》26章，《使徒行傳》26章係主耶穌同保羅講一番說話，係保羅咧講道嘅時候係講出嚟，話俾呢啲皇帝聽，外邦嘅皇帝聽。佢話因為佢喺大馬色嘅路上，聖經記載，王啊，我在路上喺下午12點鐘嘅時候，晌午嘅時候，太陽最光嘅時候，看見天上發光，比日頭還亮，四面照着我，並且與我同行嘅人，但係只得一個人改變，就係掃羅改變成為保羅。你睇下第15節，主同佢講咩啊？佢話我就是你所逼迫嘅耶穌，你起嚟站着，我特意向你顯現，因為我向你顯現係要使用你啊，我要你為大啊，明白嗎？我向你顯現，寫低去啦，向你顯現係要使用你，係要差派你作執事、作僕人、作見證，將你所看見嘅事，同埋我將要指示你嘅事證明出嚟。我也要救你脱離百姓同埋外邦人嘅手。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，要叫他們嘅眼睛得開。我點樣光照你，你點樣光照呢啲人，你就顯偉大。唔係去爭大啊，係服侍主啊，作眾人嘅僕人啊。我差遣你到他們那裏去，係啲唔信嘅人那裏去，無論係猶太人，無論係外邦人，叫呢啲人眼睛能夠打開，好似我打開你嘅眼睛一樣，叫呢啲人從黑暗當中歸向光明，從撒旦嘅權下歸向神，從侍奉魔鬼嘅咧侍奉有真有活嘅神，又因為信我得蒙赦罪。唔單止你嘅罪得咗赦免，你話俾佢聽，佢哋嘅罪都得咗赦免，並且能夠同一啲眾聖徒一同得基業產業，明白嗎？神光照你係要使用你啊，唔係叫你享受話俾自己話俾人聽你係最大啊，唔係啊。OK， 所以求神幫助我哋睇聖經，要明白做咩要。第9章，神要光照呢啲人，即係話呢啲人咧，雅各咧係第一個死，叫佢死嘅時候你唔使驚，我死俾你睇。到最後，摩西、以利亞都要死。啟示錄17章，啟示錄11章第7節，你工作完咗3年半，就係42個月，就係1260日。你會死喺耶路撒冷，好似我死喺耶路撒冷一樣。預先話俾佢聽呢條道路係點樣行，到應驗嘅時候唔使驚，明白嗎？係咁樣啊，再寫低佢咯。哦，將呢啲說話話俾你聽，將呢啲說話話俾你聽，係目的要去救其他啲人。OK， 寫低箴言書
OK， 箴言書第25章第2節，將事隱秘嘅係父神嘅榮耀，將事察清嘅係眾君王嘅榮耀。你能夠解釋呢啲隱秘嘅事情，好似保羅解釋佢自己眼睛打開咗之後，神使用佢打開人嘅眼睛，神光照咗佢之後，佢又光照人。所以佢話喺加拉太書第2章講得好清楚啊！我現在活着不再是我啊，乃係基督喺我裏邊活着啊。耶穌話：你見到我就見到父神。保羅話：你見到我見到主耶穌啊。明白嗎？哇！你打開人嘅眼睛，你唔聽我所講嘅道理，唔係敵擋我啊，你係唔聽差我嚟嘅耶穌基督啊。哦，咁啊嗰啲嘢通晒啦。我喺結束嘅時候，我就解釋俾你聽，點解呢個人係偉大。我淨係讀俾你聽第6章、第10章，你自己屋企睇。哥林多前書，你睇完之後，你睇下自己做咗幾多好似保羅咁做嘅。保羅所做嘅，你喺第6章嗰度地方第3節至13節，你寫哥林多前書11章第1節。保羅話你要效法我，因為我係效法基督。佢咁樣寫呢啲嘢係點樣效法耶穌基督？打開第6章第3節。我哋凡事都不叫人妨礙，唔好叫人跌倒，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。反倒在各樣嘅事上表明自己係神嘅用人，圈住用人係最細嗰個。OK， 就如在許多嘅忍耐裏邊表明自己係神嘅用人，在患難裏邊表明自己係神嘅用人，在窮乏裏邊、困苦裏邊、鞭打裏邊。冇一個使徒被鞭打好似保羅被鞭打咁多，監禁好似保羅咁多嘅監禁，擾亂、勤勞、警醒、不食、廉潔、知識、恆忍、恩慈、聖靈嘅感化、無偽嘅愛心，真嘅愛心唔係假嘅，真實嘅道理、神嘅大能、仁義嘅兵器，或在左或在右。榮耀、羞辱、惡名、美名，似乎係誘惑人嘅，卻是誠實嘅；似乎係有羞辱，事實上係有美名；似乎有惡名，事實上有美名、有榮耀；似乎唔被人所知道，卻是人人所知道；似乎係要死嘅，卻是係活着嘅；似乎係責罰嘅，卻係不至於喪命；似乎係憂愁，卻係常常快樂嘅。似乎係貧窮，卻叫許多人富足。保羅叫許多人富足，叫許多人富足嘅地方，第6章第10節，叫許多人富足呢樣嘢係效法耶穌基督，因為佢喺第8章第9節佢話：你哋知道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恩典。主耶穌本來係富足，卻為你哋成了貧窮，叫耶穌因佢自己嘅貧窮，可以叫你哋成為富足。保羅係律法師啊，保羅唔係一個窮人嚟嘅，為咗傳道嘅緣故，佢願意走呢條嘅道路，似乎係貧窮，卻係叫許多人富足。喺呢方面仍然係效法耶穌基督嘅榜樣。似乎係一無所知、一無所有，卻是咩啊？樣樣都有。親愛嘅天父，呢個人係效法主嘅死。耶穌話：若有人跟從我，就要捨己，背起自己十字架。呢個人就係捨己。12使徒當中，呢個人係最大嘅，所以佢有資格寫12本書。第二個有資格嘅就係使徒約翰，佢唔係殉道死，佢年老死，但係年老嘅時候受好多嘅苦楚，寫咗啟示錄。
話俾人聽，我就係呢個約翰，我睇到呢啲嘢，跟住寫約翰福音好精彩，跟住寫約翰1、2、3書。呢啲人冇生命危險嚟寫嘅。誰聽呢部人個禱告，讓我哋聽到呢啲說話，明白，而且向你哋祈禱，等我哋有能力嘅嚟跟從保羅，因為佢係效法基督嘅榜樣。誰聽呢部人個禱告，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，阿門。